别在这掐。手机给我没收了，我不知道刚才这个人莫名的我没收了。给我朋友打电话啊？没什么。刚才一朵白色的小白花嘛，谁？很漂亮，干嘛就给我拿走？同志大人，哪里有警察呀？你拉人干嘛？这就是警察。那叫警察吗？这不是警察吗？这么多警察，你拉人干嘛？你拉人干嘛？哎，站着人，追上人！快把人放了吧！哎，别闹了！干嘛呢？打人！干嘛？顾宇大人，不准打人啊！顾宇大人，你叫警察吗？你拉人干嘛？拍过来这样，快看！感觉还是那个大官帽的。打起来！来看，好吧？你这边。